各位標迷大家好，我係 Winner Watch 阿 Ben， 今日咧會同大家介紹 G-Shock 錶啊。今日介紹嘅主題咧就係紫色啊。今日咧揀咗3款紫色嘅 G-Shock 俾大家。咁啊，一共有3個唔同型號嘅，有呢個 GA98TS6A， 右邊呢隻 GA1406A， 同埋中間呢隻DW5600THS-1啊。咁啊，3款咧就各有特色嘅。咁啊，逐一攞出嚟俾大家介紹一下啦。嗱，首先介紹咗左邊呢隻先 GA98TS6A 啊。咁啊，呢個咧就做咗條布帶嘅。咁後邊咧個布帶後邊咧做咗個防水皮。咁戴落去咧就冇咁容易咧。大家戴布帶咧有一個好 concern 一樣嘢咧，就係好介意啊，就係驚佢條皮帶會發臭啊，或者係大汗嘅時候會有噏味咁樣咯。咁其實咧嗱，錶帶咧同衫一樣嘅。咁你着衫你着污糟咗都要洗衫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如果你條錶帶戴污糟咗咧，你都可以攞去洗嘅。咁啊，其實咧洗嘅方法好簡單啫，沖一沖水啊，跟住捽一捽佢啊，跟住晾翻乾佢就得㗎啦，唔需要落啲咩洗潔精啊、洗衣液啊咁樣嘅。咁啊，用清水定期咁沖洗下佢咧，咁沖走咗嗰啲汗漬啊，沖走咗異味就得㗎啦。咁啊，講翻隻錶先啦。嗱，呢隻錶個紫色嗰個主題咧就喺個內裏邊㗎。嗱，你見到咧佢呢個咧用嗰個 skeleton 一個透明嘅半透明嘅黑色外殼啦，包住咗個紫色嘅機芯啊。咁啊，成隻錶出嚟咧就會係個紫色慢慢喺裏邊滲出嚟咁樣嘅，同埋錶帶呢度嗱做咗個淺紫色嘅錶帶。咁啊兩隻色嘅，一個深紫一個淺紫啊，咁啊做咗兩個層次感出嚟啊。咁啊布帶呢度上面咧會車翻佢個 G-Shock 嗰個車咗塊布喺度啦，有 G-Shock 啦 ，Shock Resistant、Water Resistant，20個巴，200米防水，仲有 Casio 嗰個公司個名喺度啊。咁啊成隻錶好特別嘅呢隻啊。咁啊98系列咧最特別咧就係佢會有一層一層嘅感覺啦。咁啊燈位咧就喺中間嗰度嘅。嗱呢一個係掣嚟㗎。啊呢個有個燈掣喺度。嗱大家見到。有個夜光掣喺呢度，咁同埋咧，佢呢個錶面咧，佢又做咗2節啦。上面、下邊咧，可以顯示個 digital 或者上面啦，顯示咗啲秒針啊，或者係 function 嘅顯示嘅。咁啊，最特別就係支時針啊。好，戴上手俾大家睇下個感覺先啦。嗱，呢隻 GA98系列嘅紫色錶啊，好啦，咁呢隻錶個 size 方面咧，嗱，lug to lug 咧就52.8。直徑咧就49.5，厚度方面咧就會厚身少少嘅，佢會計呢個最高點啦，咁就16.9 mm， 咁啊用咗呢個 CR2016 電池，有7年壽命嘅，咁啊呢隻錶嘅重量咧就唔算太重嘅，63個 gram 啊，咁啊大家最擔心唔係擔心啊，最在意咧就係佢個價錢啦，嗱呢隻錶嘅價錢咧就728。好，咁啊，接住落嚟睇右邊呢隻啦。嗱，呢隻咧就會比較傳統少少嘅 G-Shock 啦。呢隻全隻都係樹脂錶帶嘅 G-Shock 啦。GA140-6A。咁啊，呢隻錶咧就玩一個咧成個紫色嘅外殼加錶帶啦，咁一體式咁嘅感覺啦。襯翻支橙字啊 ，digital 位啦，就做咗2個圓圈嘅 digital 啊。咁啊，上下一個對稱嘅圓形啦。咁右邊呢度咧亦都有個功能顯示嘅啊，咁我哋試下個 function 先啦。嗱，有呢個計時啦，咁我試下計時開始先。嗱，有呢個千分之一秒計時，撳停佢。嗱，咁呢度咧就會有千分之一秒計時嗰個顯示出嚟嘅，跟住再撳翻 reset， 左上角 reset 啊。咁個燈仔咧就右上角嘅，嗱，見到有個琥珀色嘅夜光。咁再睇下功能先，嗱，有倒數啦。世界時間啦，鬧鐘啦，咁啊翻去最基本嘅時間啦。咁啊見到咧，呢個錶面係好豐富嘅，見到好多嘢集中晒喺裏邊啦。咁有啲人可能會話覺得哇咁複雜㗎咁啊，但係咧 G-Shock 就係玩呢個複雜多構造啊，設計特別，咁啊好 sharp 嘅呢隻紫色啊。相對上呢隻紫色會深色少少啊。咁啊講下個手錶規格先啦。嗱，我又呢隻 GA140-6A 咧，嗰個 lug to lug 咧就55 mm，
直徑咧就51.2，厚度咧同頭先嗰隻一樣，都係16.9mm。咁啊重量方面咧，呢隻會重身少少啊，因為全樹脂帶咧就會重過頭先嗰隻少少，呢個就72個 gram。咁用咗呢個 CR2016電池嘅，咁個電池壽命咧大約2至3年到啊。咁呢一隻錶個價錢咧就698蚊，698蚊。好，咁啊最後睇埋呢隻盒裝呢隻啦，嗱呢個一個特別盒嚟嘅。咁就會跟翻套工具啦，可以俾你更換錶帶啦。咁呢隻錶咧係一隻尼龍帶錶帶嚟嘅。咁啊有2條帶，第一條咧就係呢條黑色嘅尼龍帶啦。咁啊用咗針扣嘅。咁啊呢度都會車咗塊布喺度寫住 G-Shock Shock Resistance 啊。跟住然後呢個就係一個8邊方形5600嘅外殼。嗱我哋睇埋另一條帶先啦。一陣間先睇個 body 啊。嗱呢一條咧就係一條咧複合式嘅尼龍帶，咁啊係一個魔術貼嘅，咁你可以換2種唔同 style 啦，一種咧就係沉色啲嘅黑色嘅帶啦，另一種咧就係呢個鮮色啲嘅尼龍帶。好嗱，我試下上手俾大家睇下個感覺先啦。嗱，阿 Ben 隻手係16.5cm 啦，戴到第2、4、5格啊，第5格5600，阿 Ben 至愛㗎啦。嗱，8邊方形，大細啱啱好，嗱紫色襯黑色尼龍帶，哇呢隻好型就係呢隻。咁呢隻錶咧。pad 裝咁啊，跟2條錶帶，價錢750蚊，750蚊咁啊，即係一隻錶可以有2個戴法啦。咁5600嘅 size 大家都好熟悉㗎啦，不過我都講一講嗱，直徑咧就42.8mm，甩條甩咧就48.9，接近一個方形嘅設計啦。厚度方面就會薄身少少啊，13.4mm啊。重量方面咧，呢隻就最輕啦，56個 gram。咁啊〜用咗 CR2016嘅電池啊，有5年電池壽命嘅啊。咁啊，跟翻多一條錶帶。咁啊，今日一共介紹3隻紫色錶啦。咁各位錶迷，你哋中意邊隻紫色多啲？中意呢隻140，定係中意呢隻900，定係中意呢隻最原始嘅5600？喺留言度話俾我聽啊！嗱，今集嘅介紹咧就去到呢度啊，希望大家中意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